好，先睇題目。喺例16入邊，ABCD 係一個正方形。我哋睇到 ABCD 係正方形，對角線 ACBD 呢就相交於 O 嘅位置，而 E 係 AC 延長線上面嘅一點。首先題目叫你證明 BE 等於 DE。好明顯 BE 同 DE 就咁就證唔到係一樣嘅，咁我哋呢就要依靠圖入邊嘅三角形，先睇圖 BE、OBE 三角形同三角形 ODE。好明顯地呢兩個三角形呢係會全等嘅，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三角形 BOE 同三角形 DOE 先啦。首先我哋知道BO 就會呢等於 DO 嘅，因為對角線互相平分嘅緣故，所以我哋寫低 BO 等於 DO， 而原因呢，就係因為係正方形嘅性質。另外我哋亦都知道 BOE 同角 DOE 呢都係90度㗎，所以我哋可以寫返角 BOE 等於角 DOE 等於90度。簡記呢，同上邊一樣都係正方形性質。OE 同 OE 呢，就係公共邊。好啦，由此我哋可以證明三角形 BOE 全等於三角形 DOE， 原因係 SAS。咁由呢度我哋就可以睇到 BE 呢就會等於 DE 啦，因為係全等三角形嘅對應邊。喺題目 Part B 嘅部分，佢話如果 DE 等於 DB， 喺圖入邊 mark 返 DE 同 DB 長度一樣，求角 EBC 嘅。咁如果我哋知道 DB 同 DE 一樣長呢，我哋首先可以證明 DE 呢亦都同 BE 一樣長，因為係三角形全等三角形對應邊啦。由於三條邊一樣長呢，每隻角就等於60度啦。咁我哋即刻就會知道呢一隻角等於60度。而好明顯地，我哋亦都知道原先對角線 DB cut 咗直角 ABC 一半，所以呢隻角紅色嘅呢隻角 DBC 呢，本身呢其實係45度嚟嘅。好，咁我哋就好輕易就揾到 EBC 嘅大細啦。所以 B 部分先列式先 ，DE 等於 DB 已經知道啦。BE 呢就等於 DE 啦。A 部已經證明咗。另外，三角形 DBE 係全等三角形，所以角 OBE 呢就等於60度。而角 DBC 呢等於45度，因為係正方形性質。咁我哋最後就知道角 EBC 呢就等於60度減45度，即係15度啦。